1923年，当男班艺人第一次把一群毛儿女子带上越剧的舞台，这些曾经低多敲响越剧出声的男人，没有想到他们的谢幕竟会是这样的匆忙。短短的10几年，一群曼妙女子辗转成乡，轻歌婉转，唱出了越剧的满园春花，唱尽了越剧的豆蔻年华。清一色的女扮男装成为当时200多个戏种中的花枝独俏。在青春逼人、登堂入室的喜悦里，男班艺人的隐退没有引起一丝波澜。男人们再次正式重登越剧舞台，已经是1952年。那一年的5月17日，第一个男女合演的专业剧团在浙江成立。从此，男女合演跨越了半个多世纪，起起落落而又连绵不绝。有人称其为越剧的旁门艺术，有人把它看作是女子越剧的并蒂雄花。总是有人相信，温婉抒情之外，百年越剧的未来仍然需要广阔的天地和一份难得的阳刚。2006年7月1日，浙江越剧团在杭州剧院推出了他们的最新大戏《红色浪漫》。戏中讲述的是发生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一对革命恋人凄美而浪漫的情爱传奇。这是一出男女合演的现代戏，依然是越剧的儿女情长，却不见了才子佳人的水袖长袍；依然是越剧的婉媚抒情，唱腔中却揉进了刚柔并济的男儿之气。戏，我真想倒回去几十年，重新来演男女合演。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傅全香对《红色浪漫》做出了这样的评价：越剧舞台上的男女合演是指剧中的男女角色由男女演员分别扮演，它的出现要比越剧的缘起晚了许多。越剧的初创时代属于那些大胆而又头脑灵活的男班艺人，100年沿途的舞台上并没有一个粉黛女子。7年米的心里面，将也要拿来这是啊等，让我心要。直到1931年，第一副女班头牌涂杏花应邀顶替因吃鸦片而潦倒的男班小生，越剧才有了第一次男女同台。在这个被称为男女混演的短暂时期，男可以演女，女可以演男，演出形态并不纯粹。此后越剧舞台女班盛行，到上世纪40年代，一群来自浙江乡村的乖巧女子终于在上海的孤岛中，把越剧出落成一幅艳惊四方的才女模样。正当越剧诸姐妹在上海的孤岛中出淤泥而不染，风华正茂的时候，男女合演在越剧的故乡却有了一次开创性的邂逅。与越剧的起源一样，这样的开创依然发生在乡村。1942年，浙东四明山区军歌嘹亮。7月的一天，新四军浙东抗日游击纵队在根据地召开纪念抗战6周年群众大会。
政治委员谭启龙面对数千军民慷慨陈词。不料一场大雨袭来，大会被迫中断。等到雨过天晴，群众聚集，汇集目标却不是大会的会场，而是一个滴多作响的草台班。就走一次了哦，我给了2口。走一次会吃不大会吃的。那种我找个猫，那这个来了。在里面。同时在这个小村庄里边呢，有一个街道，也有的，他这个路当一靠个辰光也群众哗都聚起来了。我在这个小类里边都看得很清楚就是我们的区党委的书记这个号召力量没有这个游击队那么大，这个影响很深。四明山毗邻嵊州，是越剧的流行区域。在浙东游击区，滴多戏民间艺人有3万多人。正是看准了民众的习惯和热情，浙东行署决定吸收民间戏班，结合新老艺人和青年学生，组建滴多班社教工作队，用喜闻乐见的戏曲形式发动群众宣传抗日。于是越剧的男女合演有了从内容到形式的第一次预演。这个天气冷不可想，请早起来吃药。这叫我就唱了习惯了呢。这些没长的啦。我们这个街道呢，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也这个狂热的戏，识别事业这个事业街道上来讲呢是男女合演的。地震的辰光也是国民党把头国民党了进来抢了两了，这种啊戏，还有呢陶地丰厚，余地呢是这个风波定。这个我们的责任，同这个群众对这个浙东的游击，他这个非常之熟悉的23岁上一起演戏的辰光，部队里边演出的各是个士兵他都跑到那个游击队那方面来看，很熟悉的。出现在四明山区的这次越剧革新，只持续了短3年。越剧的研究者给予这段没有任何剧本和旋律留存的历史以高度的评价。这不仅是因为它开创了男女合演的先河，还因为它扎根群众，贴近现实，说工农故事，唱抗日英雄，给一派才子佳人妩媚轻柔的舞台带来了一阵朗朗新风。由于大军北上山东，他最后留给越剧的是一出北撤余音的小戏。而这一时期的上海，越剧舞台上也是一片新风浩荡。新越剧跳出了私定终生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的窠臼。越剧祥林嫂的横空出世，在越剧的发展史上竖起了一座里程碑。我这一太太问苍天，发生在城乡两地的这2场变革毫无关联，却有气韵相通。有意思的是，黄元、一斌这些四明山男女合演的领导者，建国初也来到上海，与袁雪芬和她的姐妹们一起，共同创造和见证着新中国100年越剧的黄金时代。梁山伯与祝英台，
一个遥远年代的爱情传说，把女子越剧的柔美抒情演绎得出神入化。在新中国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年轻的越剧艺术在18相送的旋律中迅速蝶化成中国第2大地方剧种。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一切都在开天辟地的豪迈中万象更新。就是在这样的年代，越剧的男女合演破土而出。1952年，周恩来这位越剧艺术的强力推动者，在全国第1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接见了袁雪芬、范瑞娟和傅全香。他说，越剧也要表现新生活，女扮男装在艺术上有难度和局限，女子越剧和男女合演的越剧需要共同前进。进入这个女子越剧最鼎盛的时候，进入彩调时期的时候，它整个的曲调我觉得比较柔美。它因为都是女子来演男演的，女子来演男的呢，但是如果反映这个传统戏呢，我觉得大家都对它呢并没有什么意义。一旦反映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题材的戏，观众就觉得好像女的演男的现代的人物，就好像觉得在心理的在美学上就觉得好像有差距了，跟他的追求跟他的想法有生活有点差距。越剧男女合演的突破依然从浙江开始。开国大典不久，浙江省文工团就演出了合演小戏《王秀鸾》。1952年，浙江从各地文工团选拔了一批风华正茂的男演员，正式组建男女合演的越剧队。1953年2月，建国后第1部男女合演的现代戏《罗汉钱》在杭州公演。正式男女合演，1952年。52年第1本戏叫《罗汉钱》，52年的年底，53年的年初，省里就连满4个以上男女合演群众是欢迎的。罗汉钱出演1年之后，浙江各地出现了13个男女合演的专业剧团。上海越剧院也从浙江嵊州招收了40名男学员，从此加入了男女合演的世纪实践。为了这一新生事物，浙江省政府甚至还给男女合演的嘉兴剧团特批了84个全民指标。这批人组织起来以后，正式同这些老艺人一起演出。第1个戏是罗汉钱，第2个是小女戏，就是这样的。当时呢就有10个男演员了。那么这些老艺人呢也很支持，像姚水娟、吴建芳这些老艺人都参加一起活动的了，把我们这些男演员称为男宝贝了。开始的岁月是艰难的，在以古装戏、爱情戏、女子唱腔营造的越剧殿堂中，男人的再次登台一开始只是龙套角色，开口一唱常会引来哄笑和嘘声。上海的乐迷们称此为开汽水瓶子。现代戏和男女合演要想别开生面，男女唱腔的创造和改进成了首当其冲的难题。男演员是好的，只要唱腔问题。王梅、西东、武吉，他们都男演员，但他们的唱腔呢，就是比较好，没有10个男生的女生，在同一个调子上进的。而我们越剧呢，就是这个男调跟女调呢差别太大，女生一唱，等到男生唱接不上去。你要发挥一定的言部文音，这一步如果音上改变了，言部不音，言部不文音是不行的。所以当然我做演员说主，我跟他们讲一遍，我要搞改革的什么，是吧？结果改出来了，还是好的。以周大风为首的越剧音乐工作者，在继承越剧音乐传统的基础上，借鉴其他剧种男女分工的经验，
对越剧的男女唱腔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和实践，创建男调，改进女调，不仅初步解决了男女合演中的唱腔问题，还为表现现代生活和重大历史题材做好了音乐资料上的准备。从五姑娘到两兄弟，男腔男调从简单生硬变得和谐动听，男女合演开始频频亮相越剧舞台。他就在音乐上下大力气来改革，怎么样把男腔搞得观众喜欢啊，接受。所以二团当时基本上已经观众认可的，看二团的戏的观众，他观众也分类，比老太太少，因为老太太要看《碧月传》啊，要看什么东西。但我们的观众是大学教授、大学学生、工人、农民。1958年，带着《风雪百渡》等男女合演的5大剧目，浙江越剧二团远赴北京，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汇报演出。这首脍炙人口的《采茶舞曲》，就是出自其中的一出小戏《雨前曲》。9月11日的晚上，北京长安剧场的观众席上，悄悄地出现了2个越剧迷。周总理和邓大姐买票看戏，至今仍是100年越剧史上的一段佳话。看完戏，总理说：“家乡的剧团来了，我要来看看。”男女合演的新越剧，不要怕粗糙，可以逐步提高，要继续搞下去。带着总理的鼓励，1959年，浙江越剧二团又赶排了一出向建国10周年献礼的男女合演剧《窦诗亭》。出人意料的是，这出大戏一经推出，竟然会是一唱难收。不仅成就了当时越剧界的一场空前盛况，还被拍成电影，成了男女合演戏曲电影的首创。窦诗亭演出以后啊，一下子红了。那是张永华是演这个小姑娘的，叫小六金啊。张永华到什么程度？人家他出去啊，人家不叫他名字了。哦，小六金来了，小六金来了，这样子啊。当时演出时那是确实是盛况空前的，因为当时的一批戏迷啊，对我们二团浙江越剧二团的男女合演，他有一大批的观众面。当时演出的时候，我上午6点多起来，7点跨场，8点半就要一场戏，那么吃了中饭。又是下午一场，在晚上又是一场，每天3场，而且是整个月的。演到什么程度？老百姓一直演到将近50场的时候，2人演员都倒下。那时候老百姓啊，看现代戏的兴趣比看古装戏还要大。从山花烂漫到半兰花生，男女合演的热潮不仅发生在浙江，上海的男女合演同样风起云涌。11郎、江姐、技术员来了，平凡的岗位，一出出连台好戏，在张国华、刘珏、方国泰、史继华等男演员的演绎下毕露风华。男女合演也不仅发生在城市舞台。浙江越剧二团坚持送戏下乡，在海岛农村汲取创作营养，被誉为当时全国戏曲团体的8面红旗之一。现代戏男女合演构成了50、60年代100年越剧的独特景观。文戏、武戏、历史剧、现代剧题材纷呈，新作迭出。虽然带有时代的烙印，但阳刚气下，越剧的时空天宇已经变得更加宽阔。红丝水望得很近，
在经历了10年动乱的衰败和迷乱之后，与国运的复苏和振兴一样，越剧的舞台再一次变得姹紫嫣红。70年代末，上海越剧院复排推出了保留大戏《祥林嫂》，还是袁雪芬的领衔主演。不同的是，贺老六已经不再是女扮男装。江道，让我委屈。哎，真是天晓得了。我老罗今年活了30多，这种事的从未碰到过。我才是身上3样一出魂，强凶霸道我不会做。上世纪70、80年代是越剧男女合演一路欢歌全面创新的年代。在上海3月春潮，鲁迅在广州把领袖和名人搬上了戏曲舞台。莎翁名著第12页《王子复仇记》也被扬为中用。越剧王子赵志刚就是从那时崭露头角。而在浙江，小刀会在长三角连演了100余场，《强者之歌》《胭脂》《11郎》广受观众喜爱。从题材到唱腔，从舞美到伴奏，越剧舞台上新剧迭出，大气蓬勃，展现出一派中兴气象。乔梦，哎，大佬，你回来了？回来了。这趟出差时间好长啊！是啊，真想你呢。先洗个脸。慢，乔梦啊，先看我先报。一件花布新衣裳2名龙王正坐上这一件3张垫子计算机批改着你太用然而，就像任何事物的演进，都要经历一个螺旋盘升，社会变迁、观众口味、市场竞争、新媒体的繁荣，戏曲、越剧都在面临时代的挑战。曾经强手如云的男女合演剧团，仍在坚守的只有2家：上海越剧一团和浙江越剧团。我们希望寻找一条和女子越剧错位发展的这么一条道路。这个实际上主要是指题材。我近几年中间，实际上我们团创作了近10台戏，我参与的戏有6台，这个6台中间有4台是现代戏。现代戏恰恰是女子越剧最不擅长，历史剧是女子越剧最不擅长。所以只有男女合演以后，这越剧不仅可以女子越剧演出，而且还有男女合演演出。可以偏重于女子弹琴的这种戏，也可以偏重金刚顶，像金沙江畔这种戏。这个对一个剧种的完善是一个丰富啊，2条腿走路啊，是不是？是这个剧种更成熟的标志。在上海，赵志刚用赵氏孤儿第一次亲密接触钱刚独领；在浙江，既靠巧凤、君凤和银燕的感天动地，也有借势兴剧、剑走偏锋的别样生机。你不想没有桃子哪来多？没有老年人哪来桃花里是满1979年，浙江电视台将一出讲述敬重老人的越剧小戏拍成电视剧搬上荧幕。越剧与电视的这次首创，让人想起上个世纪靠电台唱红老上海的《马獐花》和上映万场、观众过亿的越剧电影《红楼梦》。这个戏拍了以后，
给了我们二团的人一个很重要的启示：男女合演不仅可以舞台上，还可以通过它来扩大自己的观众面，来吸引更多的观众。这个第一个戏曲电视，我觉得我们浙江台，包括我们那个林台长，功不可没的。在越剧舞台面临挑战的时候，越剧电视剧的出现为男女合演找到了大展身手的天地。1991年，浙江越剧团专门成立了影视部，与浙江电视台紧密合作，上演了一出借势兴剧连台好戏。从九斤姑娘到汉武之恋，从巧凤、一鸟九命到大义夫人、天之娇女，妾太子皆可丧。十几年间，浙江的越剧电视剧8部荣获飞天奖，9部荣获戏曲电视剧大奖。我的新君有策令，也应。1996年，越剧电视剧《秋瑾》一举夺得中宣部5个1工程奖。在这一奖项中，为我国戏曲电视剧实现了0的突破。专家评论说，《秋瑾》刚柔并济，优美豪迈，将男女演员的优势发挥了淋漓酣畅，可以看作越剧男女合演的里程碑。我觉得男女合演的好处是避免了很多矫揉造作的东西，啊，很真实，男的演男的，女的演女的，是不是？他看着是反映生活真实是有好处的。你特别要演现代戏，是不是？你没男女合演，你是个光是女子也剧，你怎么演？我觉得这是个里程碑，是吧？一直发到今天，就是越剧也演现代戏了，是吧？跟时代更加合拍。所以我觉得越剧要真正的出路，还要男女合演坚持到底，走出这条路来。越剧还很年轻，在中国源远流长的戏曲大家庭中，它还只是一个晚辈。越剧是生动的，它来自民间；越剧是时尚的，它敏锐而包容。100年越剧是一段不断开拓眼界的历史，早已是根深叶茂、温婉动人，却仍在兼收并蓄、舒展筋骨。今日的娇美已经历历在目，未来的万千风采，人们还只能静静的期盼和猜测。